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庆阳係外來做人客吼，人哋睇 Okinawa，也係萬人咧鐵盤咧吼。蔡天人講 Kenny 係咪 ？Kenny 吼。烏沙飛嘅嘛，唔係喺鐵盤嘅嘛。黃春燕分享 Ken 哥，好睇啊！分享嚟 Okinawa。要不來都可以來到唔嘅打嘴鼓一下。係非常歡喜。因為人哋屬實算係舊嘅哦，千舊咯，佢台都厲害。食過拍有20年咧，差唔多。係要拜來算粉絲啦，因為大家是互相為粉絲。看易容又會跳舞，又會佛朗明哥，又會演戲，又入圍，又得獎。講到時間管理大師，是被新聞台耽誤的女演員，唔難睇哦，甚至很難講你是被什麼耽誤的什麼，因為你做嘅事情實在太多誒。被人生耽誤的那個老百姓啊。原來如因為阿 Ken 哥有幾多？同伊個生涯有關的東西，好多甚至要討論嘅順序路，愛幾難討論。人哋對伊個物品，來講伊個故事。小物係冇？係小物。係講過，根本可能向那個掠生意，然後媽就買，跟我媽以外講還有最多嘅。哦，嗰有可能，因為睇下都講日本話。我複習一下，懂嘛？你按講嘛，複習。係複習一下。有上都是講出來哦。係啊，剛才都唱一個人哋小助理先拿第一項東西。好，對。人哋看下，可以講乜嘅 Ken 哥嘅故事。walkie talkie 哦，錯，係。一個係一開始教嘅。高神奇嘅，你係迄個來日本的事，日本的頻率的法規老台灣冇相同，台灣全部賣香腸，我是送小學的老師辦活動用啊，你喺來日本上買嘅，航空用跟海事用的。嚇，唔過一開始攏會教一個喏無線電的喏。該戰年台灣開始戒嚴剛讓國台嘛。那時候有對講機，算是很時髦的，就跟大哥大一樣。開始某天發，某行動天發，搞對講機也是算蠻另類的人了，就跟現在網絡一樣。你第一會不會有一叫 ICQ？ 你知道什麼是 ICQ？ 第一，我們差不多同輩。對 ，ICQ 是不是打字，對不對？ICQ 的 CQ 就是無線電的 CQ，CQ 這個字是無線電 CQ。哦。如果你搜尋 CQ，它是一個無線電的專用語。ICQ 是 International CQ， 就是網絡的無線電。所以最早在玩無線電的人，到2年全部係收購就有點淺了。他們是台灣人講火腿 Hammer， 然後台灣人摸牌的時候都香腸啊。台台的人哦，不講親台，很多台機器架的，我大概 antenna 天線被動台組啊，親台組。咁農會開始搞呢？最閒的時間，我哋救國團嘛。來康輔社的社長，來國中時來康輔社的社長，那我們要帶營隊啊，帶小朋友那種國中國小帶營隊，要帶小朋友進去螢火場，早期要用旗號用哨子啊，喊了半天都喊不動。剛演啊，就第新北市的雲仙樂園烏來，雲仙樂園我們帶營隊嘛，然後啊都是加多一堆亮機，對講機，因為前一年從跳的，用起來很多。距離太遠了，社長來媽媽來叫片就家是放3號電視，就在那個烏來雲仙樂園那個螢火場就着迷了，因為那時候可以放小朋友進來咯，就這樣進來的。那個時候是我應該是最早啟蒙是那支對講機開始。後來我團唔嘅救難呢一個經驗開始，咩同無線電有關？咩同無線電？因為一開始當時的無線電是算是還是有點剛解嚴完，還是。很謹慎的時候，你考到執照還要每個月去地方的派出所去登記，你這個月跟哪幾個，他怕你跟匪台通道，開始也很容易。那個年代搞了無線電影都會在每個我們叫做廟公啦，就是有一個，比如說講榮門營啊，榮門營是有一個頻道，假設我叫14575，就開這個頻道 VHF 這個頻道，大概住在附近的人都在這個頻道聽無線電。泰雅斯蒂咖啡糖啊，打嘴鼓啊，講啊就會摸的啊，高深夜店是凊彩講的樣。我說你在香港螢火蟲。他爸係睇幾樣茶咩會？錯。有人睇。計程車也是這樣轉過來。對。那波美該叫年推你這樣一個地方性的一個公用的頻道就產生出來了。那在地方上有些車禍啊，或者是
死茶死都某油啊，就求救啊。台湾的社区自助就是无线电开放跟青黄未接的时候开始，包括这种民间救援团体的萌芽也是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大概应该是在20-30年前，921之前，无线电刚开始偷偷开放。我记得你还记，开始就8000人 Q， 以那个年代30年38000块，那时候任天堂3000块，然后无线电要8000多块，当时最红的机器，所以我们买不起新的，都跟人家买旧的，或者是跟人家借的。它不同的是，你可以听还可以讲，大家都是风松台嘛。对，而且那个该叫时间，政府还在管，你管才会怕就会好玩。有刺激感，现在不管就不好玩了。我觉得是这样。哦，古时候都会因为大家如果上夫需要支援，发生什么个状况，古时候你就会车祸嘛，车子没油啊，掉车啊，然后车祸就会就近的人就会去。应该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无线电跟民间救援团体是这样开始的。我可以断定讲是这样开始。怪合理哦，因为大家都会糖豆的嘛。社区意识啊。当时的社区的互助的意识跟区域的互助意识是很快速的。好，记得录喺俺的后背看过嗰精彩嘅救难的故事嘅开始安尼。不过俺的头都讲伊是时间管理大师，伊唔咩单枪做亚件事情哦，俺的像小助理过来帮俺的，然后以后唔嘅专业，唔嘛嘅事情就係对教开始，教到迷路过专业安尼。我普讲的，我教书教到最好。无安尼。我真无讲的，我真无讲。我真无讲，永远要读书的是永远要读书是永远要读书的。当然是嘛。有人会读书，就有人会爬树。就是他的以在行行出状元，嘿，安尼讲的。这样的。我外婆她也没念书啊，但是她小时候她就跟我讲说，有人会读书，就有人会爬树，所以你不用会读书，你爬树你就好好爬就好。阿婆侬安有远见，不破堂，伊个人生哲理样用过对。也个翕相机有很用的开始教的呢。开始我周边的时间，我是电台的报务室，发那个莫尔斯电码的，我晚上都要值夜班嘛。该时间来，我同梯住在台北市，他开一间富士的冲洗店，因为那时候我没钱我买啊，也就这样来 Q 然后他就把他那些过期的底片都丢给我去拍，然后拍完之后就会去他家打件。你可以想象，现在还是要打件的。现在冲洗店打件就是底片要先冲洗嘛，底片冲完之后要显影完之后，然后你要去修色，可能会擦一些红，就是擦一些颜色不够要补色，对不对？早期的那个冲洗业就是要学这个打件，所以我那时候放假都会去他那边去拍照，跟他去拍照，然后如果要拍只是帅而已就是要学精就要去学那个。一开始係學平面的攝影，對，後來轉到暗房啊、洗相片啊、冲相片啊都要學。不過你後來又轉到影像、動態影像。開始就很容易，我玩攝影只是真的就是興趣嘛，然後就平面開始拍的，拍着，那就跳很大段的，因為我後來退伍工作，然後遇到921之後就到日本去了，到日本之後就剛開始也是去留學的，去遊學的。來撩之後，後來那時候老師就鼓勵我說，如果你日文還不錯，你有沒有想要再去學一個什麼東西？你不，你看，他的專門學校不是讓你順着升學上去，他可能是大學畢業以後你喜歡一個專長，你說有興趣嗎？有興趣，有興趣，你這樣這個轉來後剛好，所以那時候我就選了東京寫真攝影學校。我記得那時候他丟了12張照片給你，叫你去拍出來。包括快門的控制啊，光線控制，就是12個題目，給你1個月的時間，3月去嘛，4月1號交，然後看你能不能做出那個作品。那個年代都還是用底片，沒有數位的時代。可能我記得有一題是一個水龍頭的一滴水打到那個就像洗碗盆上面一個水珠暈開來，那是一個慢速快門的技術啊。然後還有幾個題目，有風景，有人像，有寫真，有街拍，大概有幾個大主題，然後要完成1半以上，然後自己洗相片，交作品，然後就入選了。還好就是我當兵的時候，我那個同梯的教我，有好多，然後我就入選，我就白天可以上班，下了課又可以上班，然後中間又夾着白天我在益豐堂拉麵店開店，益豐堂的那個什麼摩亞西中文我不會講。
豆芽菜，那个拌豆芽菜啊，早上的小菜的准备啊，煮那个温泉蛋啊，这是我们开店人做的。8点开到12点，然后下午1点上课，上到6点，6点完再去做一份工作，赚了钱就买镜头。古时候其实睇好摄影算许久呢，吼。多久？每20年，啊，加下如黑。左边6年了，算的吧，是6年了。迄个比6年是7年。毕业之后，有一个叫彭曲元导演，你说是吗？彭导。我们的恩师，他就带着我们去跟客台提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叫《客观》客家观点的节目，好像13集还是26集，2季吧。那个时候就开始翕白安嘞。同时，我还不是第一批跳下去的。因为我那时候上完纪录片的课以后，发现做电视会饿死的，超那么多钱。每个来上课的老师都说，他为了拍这支纪录片，跟他家人离开了半年，然后差点离婚，然后拿房子去贷款。我每次上课我就笑他说，我就说老师你们这样子本末倒置，为了创作，为了作品，然后牺牲掉你的家人跟财富，值得吗？这样。所以我结束之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去拍东西，因为我觉得台湾是不会赚钱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以我以前的收入啊，做电视是不会赚钱的。说真的。後來因撲到見係日本人會請，要同台灣合作安尼。我會跳回來做電視，那是因為那時候客觀收不了尾，收不了尾，因為我就說做紀錄片會餓死嘛。我就算給他辦公室，給他機器，他們還是活不下去啊。然後你看台灣的生態，你做一期節目那麼少錢，然後你要做一期節目從拍到剪好，大概要花2個禮拜吧。假設這樣算，大概比麥當勞人還要窮啊。吃都還有名。後來我收不了尾，這個節目就交不了案子，但是是用我的工作室名義簽的約啊。那時候彭導是講全演做了天數後嘞。如果你其實像翕樂團，也個翕影相，如果我哋會認識的起點嘛，錯，係個電視台嘛。係，不過我哋今日來請，其實有個創業，如果會要了解研究一個救援救難的故事，還個一件點嘅係一個默契面嘅，不過種講悶密期，好像跟我們南部相反，潛水嘅點嘅。哎呀，利用時間管理大師按多故事好講吼，我哋聊一下，個繼續來打嘴鼓。做得好，你繼續試下茶。男人的心胸就要像降落傘一樣，要打開才能起得了作用。我覺得很京劇，你知道嗎？我可能背很久了。我當下覺得，我坐在地上，我覺得，男人的心胸要像降落傘一樣打開才能，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人來到 Okinawa 哈，一個海潛店，哈，一個海潛店的店總，係講店總哈，唔算店總啊，店主，係，頭家啦，好啊，頭家係時間管理大師，傾過打工仔，冇，其實各位，都從聽過頭都講嘅啊，都係因為唔囤錢看到去創業啊，我想要賺錢，我又想要做嗰度其實嗰工業的事情。像我那個頭都講一開始，唔對到一個 walkie talkie 啊，發現到嗰度人是有幫助，你可以做到，你這樣真的很誇張哎，你把阿婆的話實踐到一個極致，把樹爬到頂端了，是不是？係啊，你看也全部都係你嘅榮耀。好，一開始係我想請做嘅係一個啦，一個唔前做就難。喺我周邊的時間，周邊的時間，空特，好，該當年代空特，傘兵，還真的蠻光榮的，因為是自願去的。你做嘛會自願去做傘兵啊？因為傘兵的錢比較多啊，也是看在錢的份上。那時候完全黑，完全是看在錢份上，但是也是一個證明，就是自己可以被選到空特。我那時候在關中橋只有2個人被選上，所以這個是入選幾率幾大嘅？非常低啊！12月會拿到一個非常難。12月選兵嘛，然後我們穿短褲，打赤腳跑步。12月非常冷，我記得12月6號入伍的，12月20聖誕節是被選到的，非常冷。但對我們來講，空特跟海龍啊，或者像這種憲特啊，這種特戰部隊，真的是有一種比較高的情操跟榮譽感的。然後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的司令薛石林，他就說，
他就讲，他简单讲，他说男人的心胸就要像降落伞一样，要打开才能起得了作用。我觉得很金句，你知道吗？我可能背很久了。我当下觉得，我坐在地上，我觉得，男人的心胸要像降落伞一样打开才能，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是你心胸要开才可以。然后他说，你们来当伞兵，不是最厉害的，但是你们选择了一个别人不敢的勇气，你敢从机门跳出去。那如果你能够有这份勇气的话，你在社会上做很多事情，你也会有更大的勇气。我记得这2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迄做一个伞兵过后，咱开始救难的。救灾。给救灾很用的开始。应该是说我当兵前就喜欢，就是透过无线电嘛，然后在地方上面做一些这种守望相助的事情好了，可以这样讲嘛。你刚他黑真的有出去帮忙啊？对啊，你没有啊？对啊，死亡车祸啊，送油啊，什么都有做到。然后我在入伍前就参加了民间救援团体。那种救灾就是我从当兵前就在做了，然后退伍之后就延续嘛，就跟我的朋友带我玩吉普车，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从吉普车这个年代，那个年代也是就是互相帮忙。出去翻车啊、吊掐啊，开始救车救人，衍生到变成一个吉普车的救援协会。对，30年前吧。好，刚刚我用的最后还会本给投研的义消请过去，你迄周东用的会本你，对啊，人家还知道你，请过去走嘛。我当时我参加吉普车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从队员一直做到理事长，我会做到理事长，大概2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队员，然后打杂帮忙做事情，然后经历过了921台湾最混沌的救援时代，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东西，就想说，我立志啊，当时真的是想说，我以后一定要像土耳其的救援队，要像新加坡的救援队一样这么专业。那个年代我们都还是拿工地帽啊、戴手套啊、钢尸体而已，就只能这样子。全台湾都只能，包括公部门都是一样。然后，波美马是冷一本。我来了日本那3年，我都没有荒废接受这个新的资讯嘛。所以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接回了我那个协会的总干事。总干事之前我打杂做很多事情，我就说好，你们不做我来做。都是吉普车。对，吉普车的一些干部，然后我们就帮忙救灾，在桃园就是风灾、雨灾，地震那时候很少，那通常都是风灾、雨灾，还有我们会站救生员。我们在新屋的南岸站了11年的救生员，义务的。迷藏烟丝路有义消，不过很多团员做啊，冇看用。对，我们做特种搜救队的义消，叫义消特搜。你他就会想，有要给飞员，如果打造一个非常专业。我要打造一个梦幻团队，就是最强的团队。当时我就是想说要做一个台湾最强的义消。对，当时真的是这样想。后来我就我先帮你直接转过来了哈。好，我就做了一个叫铁汉。这个 logo 我设计的，然后我找人家，我很多 logo 都是我自己画的，包括都是自己打的样子，然后找人家帮我变成一个档案。这边是救护，这是车祸救护，这是潜水，这是山域，然后中间是打火。那特种搜救队就是要绘制其他的东西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创了这个队，其实那个时候桃园有4个队啦。那时候要取名字嘛，就是什么龙啊、虎啊、豹啊什么的。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要取什么，后来我想到我自己是伞兵嘛。伞兵里面有一个伞叫铁汉伞，就是特种地形跳伞、夜间跳伞啊，然后特种地形跳伞，然后武装伞就是背装备跳伞这样。那我自己本身没有受铁汉伞训，但是我觉得铁汉这2个字我很喜欢，所以我就把我的队名取叫铁汉。你去到安多地方做，就是过去台嘅灾难旅游去过啊，当然人没会讲腔嘛，让人看到也安多都係人的嗰種感謝嘅狀。对，當然要講一個，也應該說親體配的哦。這很特別。親體配的，伊個斯里蘭卡，對，人送文呢。斯里蘭卡他們把海軍訓練成救災跟打仗。那這2個特種部隊，他們1年就要換一次。今年我救災，明年我要去打仗。你去到嘅等於係有點是去教他們韓國現今嘅，就是教他們了，完全就教他們，就把我們的 know-how 跟技術帶過去給他們。人家拜去係主要搞嘛嘅？都是教他們水域的部分。記得2017年那一年，他們平均1年會在急流洪水流失的生命大概在600個人左右，584啊。我那時候聽簡報的時候，我頭抬起來，
我吓到，584个人就一年哇，就死在这种激烈洪水或者豪雨啊。然后在21年的时候，疫情的第3年，他们的海军司令送了我这个，他说整个那一年的伤亡才从600到减半，更少1/3，更少8个。What？ 我听到8个的时候，我鸡皮疙瘩跑起来，然后他就说500-600变8个，对，他说那个教育对他们讲是很有用的，不是只有教他们怎么救灾，我们还教他减灾跟备灾嘛。所以我在斯里兰卡找到我来日本的价值啊。我在台湾做的事情怎么做都是高业余，怎么做都是义消嘛，怎么做都是民间嘛。但是出来国际上之后，我踩的舞台是真正的战场。也个省界真的糖的就会嘛个辛苦鲁大的。对，我觉得蛮值得，所以我每年都去啊。我们去几乎都是志工，我们会有一些费用，但是我们都拿一些费用去买他们需要的装备。每年假设我们收10万，我们就拿20万给他们。然后台湾有一些朋友他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他会捐助我们一些器材。我们每年都会带超过我们的讲师费的钱跟装备去捐给当地，所以已经第8年了。今年是做安的事情，真的就会给一种公益的心态，就是救人啊，信念。我们其实是很幸福的国家，我们在东北亚、东南亚的国家跟南亚其实发展的没那么好。那我们的技术应该是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痛苦的经验带去给他，可以缩短他30年。所以是这样，所以那个是他送给我们的一个感谢状。像亚个就系一个最好嘅理嘅吼，不过时间管理大师，对，还有做潜水嘅师爷不？吼，俺来等下个继续来讲。好，在哈查。冲绳1年大概要去年大概80几件的水域活动意外，其实不少，所以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数字，尤其像我这个以救灾为主的，所以对我来讲那个是我的责任的感觉，我心中有那种想法。OK， 刚刚拿了吗？还没有。为什么在场？最小的。好，线轴，我来拿。搬上车。哎呀。这一区叫做美国村，那它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就是加索纳基地嘛。那整个加索纳基地的面积，它大概是6个纳巴市这么大。那整个基地里面也有大学啊、医院啊，那等于就是一个小国家在那边。那他们早期美军他们放假的时候就会出来这边，还是会出来这边活动嘛。所以这边的消费行为、经济的模式就变成都是老外在这边比较多。然后美国村在里面，就是以商业行为那个地方，它的圣诞节的气氛很浓厚，所以有些人专程飞到这边来过万圣节跟过圣诞节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台湾的海，整个西岸啊，或台湾的各县市啊，都是对它的海都是管制的。在台湾人民没办法亲近海。如果再往前退更早，在解严的时候，我们离开台湾海峡8海里之后，你就要申请了。好，所以我刚来冲绳的时候，我对这边的海是我定义它叫冲绳的海是自由的海，我们的人民可以自由的进出水面。日本这个国家是鼓励他的人民亲近海洋的，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是蛮震撼的。我坐船出去的时候，我不需要海巡来登记你的出船名册，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蛮震撼的，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你离开台湾的海域，你就要去登记，然后在这边的海呢，老百姓都可以很自由的下去。我刚才讲它很亲民嘛，然后尤其像我海选取来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宫城海岸，这大概有1公里半的这条海岸线上面，它大概囊盖了台湾的绿岛、兰屿、垦丁的几个大型潜点才看得到的景。所以在这边你不需要去离岛，光是这条1.5公里的这条海岸线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生物样，我觉得蛮迷人的。那边的海是我们坐船出去潜水的点，这边到那边大概是从台东到绿岛的距离，台东到绿岛距离大概50分钟的船程。那边叫新良间诸岛，是国家公园，那边很漂亮。相较于山，我更爱海。
我觉得海就是一种很豪气的感觉，它可以让人家很开阔的心胸。那我也觉得海的人比较友善，那我们比较团结这样子哦。我不是在跟山比，我就是说玩海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会很乐意分享。哦，透过我的客人来这边，他会因为我去看到友善的海，然后因为我去在他的水域活动之中会有更安全的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是我提供的价值啊。那我最喜欢的就是教学，我觉得我自己很擅长在不同领域的教学，不管是教救灾啊、教潜水啊，或教摄照或摄影，我很喜欢教学。我对教学有自己一套系统跟自信，所以我很喜欢看到我的客人，不管是华人或日本人或外国人，他透过我的课程，他会爱上海。他透过我的课程，他不只是学会潜水，他会理解海中的生物、环境的变化。他会透过我的课程，对海有更多一层的认识。这是我觉得我喜欢这片海的价值的地方。所以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我们来到 Okinawa 啊，Kengo 嘅一個冇黐咪嘅點嘅吼。Kengo 其實很矛盾的人，吼，有想要做過到各個公益的事情，不過有講你很看重錢，因為就像唔講嘅，你10萬有請唔去，我20萬嘅狀片，嗰種唔就係要有成本，唔會救人，唔會技術嘛嘅東西，如愛錢。嗰種就會講，我當然我有錢好買按多按好嘅東西，我讓有可能去吞人天數。嗰種也個有生理嘅頭腦，唔單止潛水店哦，還有已經差唔多一種好嘅一個溫泉旅館。哦，唔係啲琉球，係啲日本。係喺日本本島。新泻縣。侬會想過要開潛水店的呢？沒有很多華麗的理由啦，有很多自己的原因，就是想要改變一下環境。可是我們夏天像今天天氣很好啊，也不能在這邊發呆等災情啊。對我們來講，就像講我是時間管理大師嘛，我是沒辦法閒下來3天我就不行了。我的人生如果讓我放3天假，我就會生病了。還有，然後那時候就那一年也發生蠻多華人的水域活動的意外，包括香港、中國、台灣，特別是台灣人。沖繩一年大概要去年大概80幾件的水域活動意外，其實不少。整個沖繩縣死亡就佔了23個。所以那一年華人就無期死亡。所以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數字，尤其像我這個以救災為主的，所以對我來講那個是我的責任的感覺。我心中有那種想法，所以那時候我在想說，我的朋友就塞狼啊，塞狼客家話怎麼講？鼓吹你哈，手送來講，按不然你出來開之後呢，叫我出來開店，真的朋友就說，那你出來開，至少我的店的客人會安全嘛，他們知道我的背景嘛，然後我也是潛水教練嘛，就這樣子我就開潛店了，我真是這樣開始開潛店。開潛店對我來講是最沒有難度的，因為我本身就是教練嘛，然後就知道要開潛店之後，就那一年就趕快把日本國內的潛水士國家考試就考完了，然後又去考了開船的資格，就把這些需要開店的條件都趕快在最短的時間去補齊了。補完之後就申請了，把我的工作簽證轉成了經營管理簽證，就自己創業。簡單講，當初會開海潛就是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是我覺得華人的安全在那個時候太沒有被受到重視。然後我就開了店。開了店，其實我們也沒有很順利。第一年蠻順利，第2年就碰到疫情了。所以我們第2年就喝西北風了。2019年的4月以後，我們就進到疫情期。疫情幾年？3年了。然後我就回到了廣島工作。我個人1個月就飛回去廣島10天，因為回到那邊才有更多的收入嘛。然後整個疫情亞太我都走完了，因為疫情也是個災難。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單位就要去支援這些落後的國家，去界定他們對於新冠的一些不懂的地方，比方說，感染的動線啊，或是避免2次感染啊，或者是一些防護衣的穿着啊，或等等，我們也當日本本島的比較落後的醫院做這些事情。所以整個疫情那3年，我非常忙。我有1年曾經只在日本住93天而已。就蠻耐做完的，蠻耐陪，就是整個所有亞洲的疫情套餐我都吃完了，從3個禮拜開始吃到最後3天，還有1天的，我全部都吃完了。隔離所有的
台湾的蛤蜊我也吃过了，所以那3年我把整个亚洲的疫情都套餐都吃完了，然后就开了店。当时理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想要改善这个华人的意外，降低华人的意外，站在我是救援出身的背景嘛。那第二个真的比较高尚了，我是希望提供比较好的职场给台湾的教练或者台湾的员工啦。因为也听过奇妙，就迄看过喺 Okinawa 开的海鲜店，员工如果係台灣人，吼，唔敢就係安尼想哦，唔係講唔會搶日本人啊咧。我不是不想請日本人啊，因為我們的服務的對象總會台灣人較多啊。買讓來時，我的朋友已經開前店了，我香港朋友已經開前店了，還是寬給的前店啊，落下去員工的環境真的不是很好，我這樣講比較失禮啊。住的環境不是很好，上下鋪，然後一個房間6坪就擠2張床，就4個人。我也過那種苦日子啊，所以我在想說，如果我可以在這邊開一家店，然後我可以提供一個好一點的職場，讓台灣的年輕人在這邊，或許他可以找到他的工作樂趣或價值，影響他以後的一生。我在年輕的時候，我在2000年到03年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我也碰過很多好的華人啊，好的台灣人照顧留學生。有一個葉大哥，新宿開青葉餐廳，還有卡米，龍岡客家人，我做客也去拍他。我去拍他的時候，已經是我應該有一點成就了。他不忘記我了，他幫助人太多了，他根本不記得誰他幫助過誰。我去拍他的時候，他已經有點老了，我就說我在27歲的時候來你這邊吃過一餐免費的飯。因為他知道我是台灣的客家人，他那餐免單了。龍岡人，真的很正桃園人。我在拍做客回去拍他的時候，他不知道是我。吃完飯拍完之後，我就跟他說：“葉大哥，我就是當年給你請吃飯那個人。”他根本不記得。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有一天我到海外來了，我也可以這樣對台灣的人，我也應該要這樣對台灣的人，給他們好的環境住，給他們適當的地方住。真的，我不是在很清高，我一直在努力這樣做。剛來到日本，感覺講因為當然係喜歡嘛，鴉片，那我也留下來身份。我喜歡日本，應該說我喜歡沖繩啊。我中日兩位，沖繩適合生活，不適合生存。我說以整個環境來說，它很適合生活。那我經驗是說，你說我會不會在日本待到老，待到死？說實在，我不會。說真的，我跟我老婆已經討論過，我們不會拿永住，我們也不會規劃日本人。對，我們兩個都不會。但是我兒子他這邊出生嘛，所以他有他的選擇權，所以我也沒有讓他先拿身份證。我不是讓他躲兵役啊，我覺得他有自己的選擇權。16歲以後他可以選擇他要再變成日本人還是變成台灣人嘛。那以目前來講，我們沒有要常住在這邊，只是我們現在就是我覺得這邊適合生活，然後適合孩子，這邊不會讓孩子逼孩子太多東西。那我希望他可以活到高中以後，讓他自己去選擇他的路。他要去國外，如果我有能力就讓他去，如果沒能力就讓他回台灣念書或是怎麼樣。那我希望他可以把語言，我自己也是靠語言在外面工作的嘛，日文、英文、中文，或者再多學一個韓文，至少他在亞洲或在這個世界上能夠好好的，不要害人就可以了。這也是我外婆說的，我懷孕之後。你講睇鴉片開一個潛水店，佢主要都係一開始你看到嗰度發現。都係冇親密嘅事情嘛。咁我感覺我幾奇怪係人哋一般會感覺，日本應該個從事一個情形啊。如果本人嘅台灣人會感覺啊，安尼做唔定啊，伊啲台灣人會聽人 Okinawa 可以嘅個安全嘅潛水店，這有點顛覆我認知誒。其實，吃東日本人哦，某種程度他們也是蠻排外的。然後他們就是日本人，他們當然就是。認為自己是在亞洲算是蠻優越的嘛。我說實在的，他的確也有他的部分是優越的。他們對金頭髮人沒轍啊，你懂我意思嗎？他們對會講英文的人沒轍啊，對啊。那所以我覺得，華人來這邊當觀光客，他們可能會覺得他沒辦法提供，因為語言上的溝通不良，他會覺得他服務沒辦法做好，所以他寧可不做。那做的話就會變成因為溝通不好，產生一些意外產生了。所以華人在這邊開店是有市場的。坦白講是有市場。主要咩係語言，我都唔想去統一這一塊。他覺得他沒辦法提供好的服務啊，
这点我要替日本人说了。他们的确会觉得说我既然没办法服务好你，我就不做了。主要还很营养。对，但是来冲绳不玩水太可惜了。嘿，希望等下天时还会过好，可能有机会哦。突然去搞水好嘞。好啊，好，刚刚能够聊一下，还有一团。因为台湾没有在联合国里面嘛，所以那时候我用日本的单位的名义，我可以去参加联合国的会议，但是总是有人要把那一块连起来嘛，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当台湾人的眼睛，做该母猪。先来做客慢言来聊，我们今日呢访问到嘅係喺 Okinawa 嘅 Kengo 王春燕，春燕係用梅出世，用談胎，係司機行，係用梅出世，用談胎，司機行。今日來到 Okinawa， 到最尾啲集團呢，如果請人來賓，同人分享一個對人來講係重要嘅一出菜。雖然只聽嘅係蒸卵係嘛？蒸卵係上大家喺台灣其實算係時行嘅家常菜。係咁講哦。大家應該晚上咩個好食？唔會討厭嘅，也對人嘅重要性。講之前當然會先食啦。也嘅係唔嘅補養，唔嘅食。擺同埋補養做，梗係食係好啊，好像是只聽嘅做法。係咪？做，你的做法會是？就是，但是我男朋友做會變來做會韓國好食，他做的比我好，但我做的口味比較好吃，這樣。大概都係阿婆調擺嚟做嘅方式。阿婆，阿婆係用外面，賣公雞非常講開了，叫做想講開了較多。買一間商嘅時候，買到海流街三合院，啲永維王屋還算大戶吧。我們住在陽明國橋對面。那時候還是三合院，沒有什麼，說真的應該沒有肉啦。我記得應該三合院裡面還有養雞啊，但吃肉的機會不多。但是我奶奶啊，外婆，她傍晚就會蒸這個，放學的時候我們會有這個可以吃。該時間。好，那個他可以點是？台州。用柴火用柴火的，然後那個大的鍋，然後放那個叫竹簍吧，就是竹子的，然後用碗，就是這種方碗蒸這種蛋。然後那個年代的蛋就是它一次會蒸，它有時候做完就會多做幾份，所以我印象中那時候應該我的個子應該這麼小，去看這個高度，看那個照那個畫面，所以我現在講究那個畫面，就是那個黑黑的地方有個光。從外面打下來，然後我奶奶就會做蒸蛋，然後那個火是用吹的，真的是那個年代。然後她做的蒸蛋，以前沒有覺得好吃啦，說實在的。係啊，食到味係咪？那公我爺爺喜歡吃，他喜歡吃蒸蛋淋醬油，所以他很喜歡吃蒸蛋，他幾乎每2餐就要做蒸蛋。那以前雞是自己養的，所以雞蛋是自己撿的，還知道我印象很鮮明。那這個蒸蛋我小時候吃，但是我跟我皇家的那些沒有那麼親啊，說實在，我小時候，我不是長孫啊，所以沒有那麼沒有那麼好的優待優惠啊，所以我是楊梅出生，龍潭長大，我被送到外婆家去長大，所以我哥哥是在楊梅長大，我是龍潭長大，我被丟到外婆家去養大了。那我對我奶奶的這個蒸蛋，就是我小時候的畫面，就是她做每天下午會做蒸蛋，隔了非常多年，2002年的時候，我到日本念書，我在橫濱，我姑姑嫁給美國人，然後我姑丈是美軍嘛，然後那時候我爺爺已經過世了，那我奶奶就被接到那個橫濱來住，那是我留學的第2次回來，然後我就想說想省錢，那也想跟親人住，我就搬去豆子跟我姑姑跟我3姑姑住，住了大概8個多月吧，那是我第一次跟我奶奶有講話。我小時候沒有太大的印象，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沒有很鮮明，就是我跟我的皇家有什麼樣很深的互動跟脈絡。對，沒有在那邊打，然後國中就在外面，所以過年回去可能是阿婆講一些話而已。但是那8個月應該是我跟我奶奶相處最長的時候，有些故事可以聽，有些事情可以聊，她也很辛苦。
但是那个年代的女性啊，不是客家女性，应该通称女性都很辛苦。那就是那8个月跟我奶奶相处的时候，听我奶奶讲皇家的故事，以前完全是断层的。刚还没有感觉过你的童年好像延后。就是延后到给时间跟皇家的这个亲情，好像在那个8个月有接上来的感觉。然后呢，有一次我奶奶就做了蒸蛋，在横滨，我在山上应该隔了20年以上了。哇！我在吃她蒸蛋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觉得说，这是不是要淋酱油？我就记得那个味道。对，然后那个我还问我外婆我奶奶怎么做这个。那他会把那个，因为我曾经试着要做这个味道，做不出来。波美晚上提供，因为我们学如果是以厨艺，我有厨师资格啊。那时候就是3个蛋3个水这样去淘，你还有厨师资格？对。然后3个蛋3个水，然后再去加一点那个太白粉，蛋会比较好看。你可以做到那个样子，做不到那个味道，我就一直追不到这个味道。后来那时候我碰到我奶奶的时候，我问她说：“你有蛮粥2道出来，给她整弄有蛮粥，其实讲。”要打稀，就是要高汤。它那个高汤就是用柴鱼煮完之后让它放冷，不是让它煮滚，就煮到热水滚之后把柴鱼丢进去，让它吸完之后，让那个汤就是三个蛋退3碗水要配高汤。然后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味道就差在那个地方。我以前一直在追那个味道，追不出来。后来那时候我奶奶这样讲的时候，我才记得。然后他会放一些特别不卡住的东西，其实会不用。然后现在我们家的。今天是比较极简的，有时候因为现在换我儿子在吃这道菜，所以我们家的蒸蛋也蛮多的。土豆也该加的是的，不是的都安呢，必须是讲。对他真的，因为他有种阿婆做的米西，他做的更细。我不会那么 care 要不要做的那么细，我会滤，但是我不会滤那么细。所以因为我孩子很喜欢吃嘛，对啊，就是如果要叫我讲一道，因为那时候你们联络我要讲一道菜，我印象就是蒸蛋。也个蒸卵迄屯阿婆有关。也个没有一个过铁皮的，算礼物，嫁婆的礼物，这个也很有故事的哈。说到嫁婆要先调试一下，不能哭哈，也不能太感动了，对。因为我从小是在杨梅出生，龙潭长大，所以我长大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上，山里的孩子。你是嫁婆土台？我嫁婆土台，我学法全部是嫁婆教的。哇，全部都是外婆教的。我妈也应该没有教过我客家话了，所以我回到杨梅是讲海陆嘛，在龙潭就是讲四线。这个是古钱，3个古钱，它是你看它有3个正面，对不对？我嫁婆哈，在我们大北坑玩这个是出了名的。这怎么玩？我跟你讲，他要找一个很平坦的石板，然后一群人聚赌嘛，简单讲啊，赌 game 啊。我外婆给东好很爱。老也去散步，跟我突然去行啊，我奇怪，3更8、9点带我去散什么步？我们会从我家走大概30分钟的山路，上黑路，没有路灯哦，要走半小时。行到滇妹府电子湖，去到那边之后，那个滇妹府那个杂货店啊，后面有个谷仓，那边人都在聚赌，就玩这个。然后我的身高就夹在大人的腿中间，看到那个光，然后那个灯。因为剧毒嘛，又不能太嚣张，就是那种钨丝灯，15瓦那种黄灯，每个人都那种灰暗的这样子，那个画面很鲜明，很有戏剧，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拿那个石头啊，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拿在手上，跌山坡，坡是这样坡出去啊。能讲跌山坡，跌山坡。我南部怎么讲不知道。跌山湖。跌山湖啊，山坡是那坡是这样坡出去啊，这样丢这个动作叫安多坡，这样一丢，这样就没有。2个反面，这个就没有，这样就是没有。那要丢到3个一样。对。然后我外婆杀气很重，她就讲说全部来啦，她就讲说全部来就是通杀的意思，她就会这样放在手上。我外婆就是外婆安都阿哈记元和妹阿哈记，我就记得大家叫阿哈记，还有阿眼。阿眼这些莫会撞呢，快点引来嘛。外婆是你要把风，对，我把风，因为我怕我外公会抓。然后那个外婆是个全部来啦，这样一丢，有没有？有没有，差一点，这样就没有。所以那个几率很低，你知道吗？一群人这样围完一圈，就迷那钱连论啊嘞。对，那个有就是全部拿来，但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们就不放心让他去玩。然后我也大了，然
然后我外婆年纪大之后，我们过年了，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她在过年的时候啊，就没出去玩了，因为年纪大不能走了。以前就是过年或是放假晚上她就会去。然后我后来我就跟她讲说，啊，家婆，我们是出去撩嘞，MD， 我们出去搞嘞，MD 不卡搞。每年过年我就会去搬石头，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她留起来，我还跟她说，你这个给我，我跟你收着，每年我们自己在家里玩就好了。100块砸在地上，然后我们就故意输给他，因为他眼睛也看不好啊，一丢下去有，然后就开始收钱，就把他钱拿给他，就故意输钱给他这样。哦，这个真的很棒，因为这个。古时候能打败当年就系要上涨，外国的呢，莫问过，没青菜。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这是我外婆给我的啦，这个是我跟他要3个，我说我帮你留着，每年我们来玩。哦。但现在没有机会了嘛。呀，路边家婆布呢礼物。对，我那时候还没有，你们来之前问我要找几个小物，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后来我刚好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到这个，然后我就把它，我就想说好，留一个秘密武器跟你们讲。这个对我来讲很珍贵。这个等于是，我的所有的语言的能力都是我外婆给我的。对，这个是从这边开始的。哦，刚你头都有讲。冇想过，下禮拜可能下半身就要再重生，係咩有可能會回台灣哈？見到台灣對你來講係用哪些素材啊？做些的地方。現在台灣對我來講應該就是職場，另外一個職場。其實出來半年啊，當年那邊做啊，我無時無刻在幫台灣做事情。都還係繼續嚟做啊。比方說，這個會講比較多了，就是說我還是把防災跟醫療這一塊，跟台灣做鏈接，對，在這個部分我做的還蠻投入的。雖然唔咩喺台灣，我其實還係繼續嘅貢獻啦。對，路邊那個沒有貢獻啦，分享，分享。得講咩？都係唔做嘅事情，其實都唔係鎖在台灣嘅啦。路邊那個唔係時間型嘅嘛，吼。剛開始懂使這個出來的時間，我給我自己的目標，我要成為台灣人的眼睛。如果我出來，我就可以看到，我就要把看到的東西全部帶給台灣人。所以那時候，因為台灣沒有在聯合國裡面嘛，所以那時候我用日本的單位的名義，我可以去參加聯合國的會議，總是有人要把那一塊連起來嘛。對啊，所以我那時候出來的時候，我給我自己的目標就是當台灣人的眼睛啊，做竿木竹。好聲，對，多謝阿年今日的分享。唔係，剛可以繼續生嘛？其實真的夠好生。真的，我覺得我再挖第2次，大家就冇辦法。我覺得口感。